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你好，是观众，欢迎收看5月2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。台南市并关公，不过市区的停车位严重不足的情形，也相当困扰。所以市政府争取中央前瞻计划，在东区青年路要兴建立体停车场，在成功国小校区下面，也要起地下停车场等等。商务交通部长应立委林俊宪邀请南下考察，不过来到成功国小，也出现文书工作者出面申请，要求停止开发。郑市长赖清德年内所规划赤坎文化园区，准备伫成功国小操场下面开发地下停车场。不过因为考古发现300吨前台湾灌输的遗骨，福建迄日已经超过3吨，对此地方强烈表达心声。大的建设吼，地方足欢喜。不过一个问题就是，即马足侪里面地方讲开单定去。这是为伫什么情形？但是报纸在报这个文化古迹等等遮大的迄个事情。不过这事情我们也当可以接受，但是部分的那个工程还是要继续进行，不能为了一个小的地点、小的事情来影响到整个大格局。里面所需要，即马台南市停车场甲这个学校吼，大家吼，阮去到迄个作远去读迄小学吼，大家有一个话通讲。较紧工程，较紧家做会好。这大工程，咱台南市有足需要。地方希望开发停车场，解决严重的交通问题，但徛伫文化资产保护立场，毛研究员趁交通部长南下会看的机会，总出来澄清。认为开发是错误政策，要求停止。这个地方是全台湾最敏感的地区，而且也有文化遗址出来了，我觉得是不适合开停车场。不啦，这一定会做文资的迄个吼，我们还是依照该文资怎么走，该停工停工，该调查、该抢救，但是目前其实已经都出来了，而且把那个停车场、地下停车场就盖在国定古迹的身边，这个是我觉得因为这边是东侧嘛，哈，东侧原本学校就有下挖1层的地下停车场，所以现在发现遗址的部分其实是在非过去学校那个部分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其实它依照文资法，委员都来看过，可以抢救的部分我们就抢救，那要保留的我们就依照程序就办保留。为了解整个开发规划，部长一日来听取简报，会长文化局长再次强调，虽然有发现古迹，不过依照文资法，会当撇掉就撇掉，会当抢救就抢救原则。同时，立委林俊宪麻烦了列入前瞻预算个案，一旦开发完工会超过2021年，并且中央保留预算。对此，部长除了表达支持，嘛答应一旦文化资产审议过关，一定会全力配合来开发。内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。台南市红青顶因为区域无同，管理单位无同，加上是外包的厂商，一旦高中容易扭长维修的时间，增加车祸危机。所以议员刘月英接受电情，要求市府建设交通安全维修小组，就希望缩短维修的空窗期。议员刘月英就提今年4月永康出现一名妇女无法甲车顶高中所发生严重事故等案例，嘛调出107年因为合资高中所统计死亡车祸到14案，因为这款的伤亡拢是当避免的，所以要求交通局一定要减少合资维修的空窗期。同时，像新北市设立交通合资小组，会当尽速来处理，每个发包拖时间。因为交通肇事其实这个对于民众行的安全是相当的重要的，也曾经因为交通肇事的事故导致了车祸，甚至有死亡车祸的情形。那所以我们在这边极力的要求交通局应该要减少这个空窗期的期间，甚至应该要比照像这个台北市把交通肇事维修任务在这个交通局
的任务编组里面应该这个辖下设一个交通号志小组，而不是把这个交通号志维修的工作外包出去，这样子才可以避免空窗期的一个发生。对此，高雄局回应，只要接到车顶各种的通报，外包商一礼拜内一定会改善。有当时是卡伫需要等材料才会拖上个月，至成立交通合资小组的建议，才会纳入通盘考量。电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。为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、解决问题能力，同时提升科技的素养，市府这几年来积极推动科学教育。13号上午，市长吴伟霆亲自出席担市自主教育加科技中心的联合启用典礼。会长伊强调，台南将伫3年内成立8间科技中心。这几年教育界上夯的话题，就是制造教育等相关的科学课程。因为这也是学生培养自我思考甲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咱市为了加强推广，特别规划了3年设立8间的科技中心。23号举办4间科技中心的启用仪式，市长也希望透过这中心的成立，会使将制造教育普及化。事实上，早在民国初年的那个时候，德先生、赛先生事实上就已经强化了科技教育的重要性。那么，台南市在这些年来，科技教育也有蛮高的成就，蛮不错的成就啦。那这个很多我们的小朋友，我们的年轻的学子到国外去参加科展也好，参加机器人展览也好，都得到不错的成绩。因此，我觉得其实能够把这个科技教育再继续在台湾、在台南来深化，来这个广化，我们觉得其实是很重要。尤其科普教育，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整个教育的一个根，所以我们希望说，今天的这个透过今天的揭牌，以及日后这个老师、校长以及同学的努力，能够让我们的科技教育往前、往后再延伸一大步。其中，和顺国中也以着空气污染为主题，设计了自动的空气清净机，甲口罩防护能力评估的设备，嘛，让市长感觉非常新奇。我们生活中现在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才会针对空气污染的主题去发展这样子一系列的课程，包含让同学、让家长能够知道学校附近的空污的状况。包含我们可以让它去测出口罩的过滤效果，包含我们会有智能的清净机，可以去打造学校的避难所，都是我们想要去维护这个周围民众健康的一些课程。我们这个呢有2个箱子，然后各个都有一个侦测器，然后当我们把口罩夹在这个通道中间，然后开启风扇，就能观察2个箱子的侦测器，就能知道这个口罩的过滤效果。这个是我们校内自制的智能侦测器，只要它那个 PM2.5 大于30，它就会自动开启，然后小于30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关闭。未来中心除了政治教师的培育以外，也将会办理社区的推广活动甲亲子的营队，要让学生伫未来的生活当中也会使接触科技教育，有系统的培养学生的科技素养。但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。为了推动连锁的通路，农当采用咱在地优质农产加加工品，互大家食得安心有保障。行政院农粮署加农科院23号办理产品的媒合，嘛为台南优质农产拍开新的通路。现代人因为饮食以及生活习惯改变，一天3顿常常拢是食外口解决，但对着外口食材品质较无法度掌握，因此农粮署为推广国产优质农产品，互国人食个安心，嘛互连锁业者更加容易找到优质农产，特别办理精选优质农产媒合会，目前已经超过50个品牌连锁业者参加，希望互消费者食了安心有保障。全台湾的好的产品，把它找过来之后啊，双方面可以把最好的产品、最有效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，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了解。那同时也让消费者能够理解到、看到我们的生产者，还有他们所属的团体是怎么样的用爱心来生产农产品。今天不只是台南，许多来自彰化、来自云林，甚至高雄的农产品也都能够有这个机会。我希望农委会多多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那能够让这个许多消费者多多了解我们好的农特产品。这次参加媒合会农会代表总共有下野、嘉义、南华、关庙以及三商区等农会，每一个农会拢提出家己上骄傲的农产品，向连锁业者大力推销，提升农民的销路。借这个媒合记者会，想说跟一些通路商还是一些企业
看能不能帮农民销售一些加工产品，还是讲鲜果的部分，看能不能每年增加差不多几公吨这样，来帮助农民打开这个市场。农粮署甲农科院联手办理的优质农产品媒合会，不只予农民的辛苦有了成果，嘛予连锁业者有了优质的产品，同时嘛顾会到个人的健康，创造多赢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新闻现场。消灭登革热，仔细清扫，立即做。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，要倒干净。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，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。花瓶底部、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，避免蚊卵附着。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。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。防治登革热，清干净、倒干净、刷干净、晾干净，大家一起来。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《非读 book》台南爱读册。光华高中面对新的课纲，重视就是学生实作能力，而且落实伫服装设计、餐饮甲多媒体等无同的科系。今年学生的静态成果展将对6月23到27举行，欢迎民众前往参观。由光华高中流行服装时尚设计系学生穿上因所制作所设计服装，透过真侪无同款的技术，亲像是这种材料混合、传统的针织技术、镭射印花等等，每一件衫拢是因用心设计成果，并且由做小方式来呈现，会当更加展现出每一件服装的特色。另外，亲像是多媒体式的动画，以及搭配着校服的漫画人物设计，也佫有幼教系所制作又佫高水又佫安全的教育用具，并且设计着游戏的方式。同时，电子商务科、商业经营科等等，拢伫咧现场来解说因的课程成果。餐饮系毛学生用水果雕刻来展现对学习的热情。是雕刻了绽放的水果、蔬果之类的，然后就符合我们餐饮科的热情。我们在大圆柏的6楼活动中心有展出我们108级的毕业成果展。那这个部分是除了在我们校内里面，其实从5月中旬到7月，都会有陆续有不同的群科在校内里面展览。那特别把他们的作品拉到大圆柏来，是因为想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，教育先进或者是我们的国中应届毕业生，能够知道原来在光华这个学校有这么多元的学习历程。那在对108学年度的入学新生来讲，学习历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实作的作品。那如果实作作品经过老师认证，可以变成是你将来大学甄选一个很重要的历程的话，这是对学生来讲是一个加分的作用。除了静态展出，餐饮科嘛展现出饭桌仔顶的科学技术，运用温度非常低的液态氮来制作分子料理冰淇淋，并且号名叫做氮气的幸福。无论是制作过程，或者是食起来口感，拢非常的特别。嘛欢迎民众前来体验光华高中学生用心并且丰富的成果展现。台南新闻网站采访报道。节目故事伫今年担起甲下作业奖的评选，得到特优的好成绩。其中对104年就开始规划安排文化特色课程，就是因得奖的关键。头前5间店，我家前面有5间店，都是我开的。中九门楼，我家中间是石门楼。石门楼附近是安平当地最热闹的地方，虽然现在石门楼已经看不到了。安平在地历史啊俗语用标准的台语解说，
看得出石门国小学生对着安平这块土地有深度的熟悉，因为校方非常用心，亲像是石门国小四周边的文化古迹景点，校方就运用设计规划成为特色课程，将安平开台整个历史一点一滴教予小朋友，并运用创新的摆渡式教学来引导学生自我成长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安平镇渡口。从前安平的人要去台南赤坎楼那边，要在这里坐小船，也有很多外国人在这边做生意。这边是渡船口，位置大概在警卫室附近。我们学校为了让安平的荣光继续延续，让在地的文化继续传承，所以我们发展了石门摆渡开台史王城创客一国际这个教学方案。这个方案也得到了台南市教学卓越的特优。那我们这个方案呢，是结合了395年的安平开台史。那我们用20年的时间，发展了10套的自编校本课程。那我们的老师为了实践教育的成人之美，那我们发展了摆渡式的教学，然后让孩子呢可以充满自信的来学习。将特色课程运用 AI 方式，让小朋友来使用平板，结合扩充实践的技术，让校园的景色拢会当变做一段影片，或者是一个问题，引导学生去思考、去找答案。另外，石门国小也会定期举办净滩，部分收集到废弃物用来布置校园，让学生会当了解到环保的重要。就是安尼多元丰富的内容，才让石门国小得到台南市教学卓越奖评选第2的公营。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。来自高雄的电影业者，因为看好台南的百货商机，特别设点进驻，并且以新形态概念店推出新的提包机加冰滴茶，要让台南民众啉饮料拢是啉现泡的原汁原味。一般的饮料店拢是用茶桶装泡好的烧茶，加上摇饮料的时阵会使用冰角，加中和使用的雪克杯，安尼拢有可能造成饮料的口味无同。就茶饮业者为了克服这种状况，特别推出这台提把机，运用快速冷却，将70度的茶降到10度，让茶饮饮起来亲像现泡的。现在业者也看好百货的商机，依照新形态概念店进驻百货，要让来踅街民众会使享受到无同的饮茶时尚。一般在做饮料的时候都是用热泡，然后再放在保温桶里面。那我们的做法是用热泡完之后呢，我们会急速降温，从70度降到10度，大概是25到30分钟的时间。那接下来我们会借由我们的那个酒注，就是我们茶把机的方式，然后去萃取我们的茶汤。那这样为的就是说，让我们的操作人员呢，尽量不要去跟我们茶汤去做接触，以免二次的一个就是说感染这样子。那第2个就是我们的冰滴茶。那冰滴茶一般市售的冰滴壶呢，都是比较小 size 的，就比如说400到500 ml。那为了就是说可以否商业化，所以我们自己独家开模做研发了冰滴壶。那造价的话，大概我们开模费用就花了200-300万的开模费用。那为了就是说，让我们的冰滴的一个过程当中呢，可以萃取到跟茶叶更好的一个厚实的味道，然后包含茶的清香啊，都可以做保留。那它当然是跟一般的所谓的冷泡法是不一样的，而且甚至消费者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制作过程是整个透明化的。业者现在也有推出特殊的冰滴茶，要来取代传统的冷泡茶。现在开幕期间也有侪优惠，喜爱啉茶的朋友也会使去试看卖。但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。真侪公司行号拢会提供员工健康检查，不过到底敢需要增加癌症等疾病筛检，或侪人拢有疑问。对此医生明确表示，有做有保庇，只要是高危险群，拢必要针对胰癌等4大癌症做定期筛检。家庭医学科医生表示，45岁黄小姐参加公司的健康检查，顺续加做胰癌等4项筛检，结果意外发现有一边胰房有钙化，经过切片证实是上早期的癌，马上手术治疗，定期追踪。医生强调，虽然无做拢无代志，不过有做有保庇，特别针对有食薰、有家庭遗传等高危险群，建议一定要做定期的预防筛检。针对健康部检查部分啊，如果有一些要加做部分，我们通常还是会建议说，以国健署他们所推荐的4癌筛检，如果你符合那个规范的话，比如说你是符合4癌筛检的个案，那我们当然就是进行4癌的筛检，子宫颈抹片的检查、乳房摄影的检查，
大肠癌筛检，然后还有口腔黏膜检查。啊，如果不是的话呢，我们通常还是会针对您的危险性，比如说你有 B、C 肝的个案，我们就会建议说要做腹部超音波的检查。啊，另外的话，如果你有抽烟的病史的话，抽烟的习惯的话，我们会建议说要做那个肺部的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的检查。大家拢知影，预防比治疗较重要，会当大大改善日后疾病恶化风险。所以，徛伫公立病院立场，一定是不断提醒民众善用政府筛检的资源。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探讨器官捐赠作为主题戏剧《生死接线员》，一定伫 BBTV Catch Play 电影院上映。伊伫剧中担任器官医师协调所女主角刘倩文伫接受访问表示，担任这项职务需要一份使命感来延续生命的大爱，带你做伙了解。状况：车祸患者头部血肿。生与死一直以来是禁忌的讨论话题，死后保留全尸更是不能突破的观念。而今社会风气开放，医疗进展到可以以器官捐赠的方式延续生命大爱。最近热播的医疗职人剧《生死接线员》，讲述器官捐赠的戏剧，观众朋友可以透过 BBTV Catch Play 包月电影院追剧，重新思考关于生命的议题。你们可以准备好好向正门道别。现在就签同意书吧。那是因为快乐王子想要帮助人，小燕子也在帮助他。而且，虽然捐赠者愿意捐赠出器官成就大爱，但身边的亲人却是充满不舍和矛盾，难以放手。剧中角色器捐移植协调师，就是和生命拔河的工作。饰演女主角温雨读的刘倩问接受访谈时表示，这份工作需要的是一份使命感，争取生命，展现更多的不可能。我觉得当协调护理师是要有一种使命感，就是你必须要对这一份工作有第一有热忱，然后第二你要愿意跟你要爱这一份职业。我们一起加油！我相信对我来说，当演员也是，因为我觉得演戏就是拍戏，无论是导演还是编剧还是演员，我们都是在讲一个故事。以轩的健保卡上面有注记过器官捐赠的记录。如果当初要选择的是家人，是不是今天就不会发生这些事？先不要想那么多，事情自然。锁定医疗职剧《生死接线员》，追剧的最好方式，透过 BBTV Catch Play 包月电影院，不受时间限制，打开电视，点选电影馆，进入包月电影院。每个星期六晚间10点同日跟播，跟着剧中人物探讨器官移植议题，找寻生命的答案。手术是把坏的东西拿出来，好让人继续活下去。可是移植手术是因为海派大哥的爱心，帮他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，可以让更多的人继续活命。中嘉新闻新北市中。下面再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。马来是乌阴有时侪云，短暂顺和天气，温度23度到28度，落雨几率3成。海面边管风力4级到5级，上加顺风7级。介绍收看5月23号中嘉台电视新闻，咱再会。